日三友帶大家來到冠山苑380尺單位飯廳餐邊櫃，採用淺色木紋風。餐邊櫃同時為客廳提供充足儲物空間。櫃中空位置連帶玻璃展示櫃，亦方便擺放生活常用品。特別定製嘅折疊式飯台可以收入櫃中，節省家居空間。電視櫃選用木紋搭配淺灰色石英紋板。單位仲連帶一個長露台，睇景之餘仲可以曬衫。你睇下個景色幾通透舒服。主房間配合屋主需求，放置一張單人床同一張雙層床。房間用淺色調顏色為主，整體俾人一種放鬆安心嘅感覺。床尾有一個收納衣服嘅吊櫃同層架。房間門側再有一個到頂衣櫃，連下方3層櫃筒。飯廳旁邊用衣櫃同玄關櫃間多咗一間房。房間面積較小，但都有齊衣櫃、床下收納同床頭櫃。房間內選用米白色為主，令環境感覺更放鬆。U字型設計確保主食及廚房收納空間充足。今次保留原有瓷磚，再加裝不鏽鋼牆面，比起一般嘅格仔瓷磚更加方便清理。吊櫃底部仲有一組玻璃收納櫃，好睇又實用。浴室冇做太大嘅改動，保留原有設計，唯獨訂做咗一套灰色嘅浴室櫃連洗手盆，收納層數都可以完全按需求設計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三友嘅觀塘門市睇下。